啉一喙就好啊，忙规个日毛完咯吼，家对做袂来举手，定是甲搁伫遮要帮咱开啊，负责人帮咱开屏咯吼。无定是会帮咱开，你来开，定是帮咱开，好，请眼泪，甲伊讲谢谢，感谢有你真好。来，咱边啊，子女拍照一下哦，让拍照一下哦。哦，其他的钱你嘛家己开哦，你家己开，无互你无正式，袂使哦，袂。这就是甲咱讲人生，咱咧做有意义的代志优先。当然不是哦，即马袂吼，你嘛想着讲咱咧啉，我嘛袂啉吼，不是哦，袂哦，咱就看着两位发生伫遐咧办生无？咱就看着咧办生无，行来行去，咱都看人咧演哦，搁浅咱咧创啊，敢若有我的代志。人生敢是像安尼？人生敢是像安尼？咱拢常看别人有代志，咱拢无代志。好，好了吗？够无？够会长会，讲，在你讲，这边讲，哇，今仔只老菩萨上欢喜啊！好，咱负责人点下手甲咱服务第一道，真正第一道，我